你们两个是不是谈恋爱呢吧？哦，认识。韩刚在家吗？在啊，韩刚，快点！哎，韩刚，我跟你说，你赶紧拿着资料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银行啊。银行？哎呀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人家行长在等着你呢，赶紧拿着你的简历和你的资料跟我走，快点。哦。阿姨，进来坐吧。不来。刚早这谁呀？哎呦妈，你就别管了。来，给我。来，你骑车。哥啊，出去啊！我有票。哥旁边那女孩是谁呀？在火车站见过一次，我哥那个同学吧，家里挺有钱的，啊，他爸还有车呢，好像姓马，他爸就是原来你们单位领导，马振华闺女啊？好像是。不错，你是我见过的大学生里啊，对金融最有研究的一个，不愧是名牌大学毕业。任叔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要是真的错过了韩刚啊，你肯定会后悔的。哎，你们两个是不是谈恋爱呢吧？哦，任叔，我们现在还不能过早的公布。我吧，哎，任叔，你千万不能跟我爸我妈说啊！我想等韩刚的工作安排好之后啊，要给我爸我妈一个惊喜。人小鬼大，你们都大学毕业了，还这么羞羞答答的，年轻人谈个恋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吧？行，既然是这种关系，那我肯定要帮忙了。任叔，谢谢您。好，你们再坐一会儿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行吗？你这腰啊，这点小活，强子回来跟你一块儿干得了。喂，哎，老马，哦，老人呐，韩刚你认识吧？韩刚？哪个韩刚？还有哪个呀？就是从北京毕业回来的那个韩刚。哦，你说的是马丽的那个高中同学吧？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没事儿了。啊，好。韩刚啊，那这样，明天你来办一下手续。真的，任叔，太感谢您了。谢谢任叔啊。别说这些客套话了，等你们俩成亲的时候，我还得给你们当证婚人呢。任叔，您可得答应我啊！这件事情不能告诉我爸爸，等我自己准备好了以后，我亲自告诉他。小鬼头，行，我知道了。韩刚，你可千万不能误会啊！我必须得跟任叔说，咱俩是那种关系，他才可以帮忙的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任
认输就不会帮你的，明白吧？我明白。哎，玛丽啊，这事儿啊，得好好谢谢你了。干嘛谢我啊？我跟你说，我帮你真的是无条件。从上高中的时候吧，我就特欣赏你，你呢永远在咱们全校考第一，我永远考不过你。玛丽，这样对你影响不好吧？啊，没什么，只要你能够幸福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玛丽，你真的帮了我太大忙了。韩刚，我刚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不要再这么跟我客气了。如果你再这么客气的话，我可生气了啊！好了，我不说了。哎，对了，明天我陪你去人事局帮你办手续吧。就别浪费你时间了。怎么是浪费时间啊？在你最关键的时候，我应该帮助你的。咱俩明天一起去，走。既然银行都接收你了，我更没有意见。好，给你，谢谢你啊。谢谢啊。哎，再见。啊，再见。喝一杯。来，咱俩今天一定要好好喝，我为你高兴。咱们今天不醉不归，干！干！我以前吧，太压抑我自个儿了，今天就是想说话。是啊，玛丽。我觉得人就应该活得潇洒一点。啊，给我，来，我自己喝，你别喝。韩刚，你别再跟我遮遮掩掩的，我的心思你知道。其实你也挺喜欢我的，是不是？你又在回避我。来，干杯！玛丽，哎呦，别喝醉了，玛丽。我就是想喝醉。韩刚，你知道，这9年来，对我这一生来说，是多么漫长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你的感情。我为你祈祷，为你默默的流泪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愿意的。可是你这9年，我忍受了多少委屈？你这么冷漠我，你不觉得你太残忍了吗？你知道我对感情特别专一。再说了，我和冬梅的情况你不是不了解。韩哥，你不用说，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，我才喜欢你。你知道吗？你是一个感情专一的人，我更欣赏你。可是韩刚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生活？你需要什么样的情感？你说呀，你告诉我，你需要什么样的生活，什么样的情感？行，你可以不回答我，但是韩刚，你回家以后，自个儿好好想想，什么样的生活
才是你需要的。